會主席葉景琪先生為我哋支持，請大家報以熱烈掌聲。好，我哋有請我哋嘅同事咧，天地有正氣，作為我哋日後抗爭嘅精神支柱。好，各位全部要把握機會認真靚相咯嚇。商場咁可以支付咗50萬嘅支票俾我哋呢個電腦業協會嚇，可以支持呢一個電腦商場嘅夏日電腦節嘅，多謝晒。呢度都好多謝呢個高登電腦中心咧，係捐出50萬俾協會搞呢個電腦節。呢個50萬嘅支票咧，都好多謝新高登嗰邊支付俾協會。唔該晒鄺生㗎。係關於訴訟費嘅。好，最後有請出高登電腦廣場商戶代表。多謝高登電腦廣場新翼嘅。咁亦都捐出50萬嘅支票俾協會，係支付我哋將來嘅訴訟費。深水埗老場夏電腦節啦，喺相比1月嗰次嘅老場電腦節啦，所投入嘅費用係多咗10倍嘅，咁接近100萬。咁大會咧，即係我哋電腦業協會咧，同埋4個商場咧，有信心入場嘅人數係超過上一屆，即係1月嗰次嘅56萬人次。咁講翻整個活動嘅所包含嘅元素咧，亦都比上一屆仲多。咁務求令到市民係免20蚊入場費，更集客、吃喝玩樂、購物消費同埋豐富獎賞一身嘅。咁嗱，大家頭先嘅老場香港大使手上邊拎住嘅就係 Microsoft 最新嘅 Office 2010。Windows 7，仲記唔記得佢啊？佢就係牛魔王啦 ，Do the Mask。講完呢問，記唔記得佢係邊個呀？佢係牛魔王。熱賣嘅 BenQ 啊！點解你講嗰啲嘢成日都好似落咗眼嚟望住啲 model 咁嘅？咁啊，梗係要留意埋我哋嘅產品啦。睇到我哋 model 拎住乜嘢啊？就係微星嘅 Touchscreen 啊 ，PC。亦都係另一部微星嘅 Slim Notebook 啊 ，MSI 嘅產品。睇清楚咯喎，阿 Yan 拎住嗰部咧，就係我哋 Samsung 嘅外置 hard disk 啦。呢個係3.5寸嘅外置 hard disk，你睇下佢幾靚。你呢個 model 拎住啲乜嘢啊？就係 ViewSonic 啦 ，ViewSonic 嘅 RMBB box 同埋 Magica。輝煌嘅產品就係一個現窗爐嘅雙專打 TV Tuner 卡啦，可以安喺你哋屋企嗰部電腦裏邊。呢個係2寸半嘅外置hard disk嚇。把機會影多啲靚相啦。將會咧有大派長龍嘅 TP-Link 無線貓塔，我相信個個人屋企都需要有一部噶啦，因為我哋要一齊上網嘛。慢慢影靚相啊！係啊，係GB啊，GB嘅底板啊！我特登望多2眼，我識啲講。係人都想擁有嘅技嘉底板啊！呢個大嘅產品，外置 TV box。我相信而家數碼世界啦，但係 Sofa 藍寶石嘅 VGA 卡。相信大家都唔會少得佢噶啦 ！ATI 嘅全新 chipset 啊 ，Radeon chipset 打機必備。好，各位傳媒慢慢影啊，影到靚為止啊！公司 Microsoft 白金贊助嘅有永佳科技有限公司，佢嘅品牌有 TP-Link、Magica 或者 Evan Media 嘅。另外白金贊助嘅有漢科電腦有限公司，佢哋嘅產品有 Buffalo 同埋 MSI 微星產品。白金贊助嘅三星電子有限公司。好多謝 Samsung 嘅 IT 部門同埋佢哋星 Master 嘅 LCD monitor。好，另外黃金贊助嘅有聯動科技工程有限公司。Samsung 嘅外置 hard disk 嘅部門，多謝。勁寶科技有限公司。Galaxy 嘅 VGA 卡。晉奧國際有限公司。Sotex 嘅產品。天風亞太有限公司。
牛魔王 Max Power 嘅牛魔王火牛、康藝科技集團有限公司、藍寶石 Safa 同埋 AMD、金沃圖有限公司、BenQ Monitor、聯強國際香港有限公司、思技產品、技嘉產品同埋 Wilsonic 嘅產品、Altec Computers、Antec 火牛同埋機商㗎、輝煌資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Magic Pro 嘅品牌、偉仕香港有限公司。 Toya。咁另外禮品贊助嘅，麻煩 Julie 讀一讀啦。贊助嘅禮品贊助咧，將會係有飛利浦啦、AOC 啦、微星啦、Safa 藍寶石啦、Buffalo 啦、WeSmart 啦、Evermedia、BenQ、Windows 7、加巴斯基。好，我哋好多謝以上咁多品牌同埋代理商嘅支持。咁另外仲有，因為今次我哋個大會嘅活動咧有幾個支持機構嘅，我哋要多謝佢，係互聯網專業協會 IPOA、商業軟件聯盟 PSA、易通集團有限公司 EC Group、EG Memory 同 UTO 公關有限公司。除咗多謝以上嘅品牌公司之外咧，其實我哋最要多謝就係深水埗四大老場。包括黃金電腦商場、高登電腦中心、新高登電腦廣場、高登電腦廣場新翼，同埋最主要就係香港電腦業協會嘅籌備同埋策劃整個活動。咁另外我要多謝茶之亭台式飲品集團，係為每日排隊嘅人龍派發300杯免費嘅飲品。咁另外佢仲會送10萬張嘅半價嘅飲品券俾嗰8日嘅市民。咁另外最後我哋當然唔少咧，要多謝警方，因為過去警方嗰幾個禮拜咧，同我哋開過好多次會，就因為人群嘅管理同埋所有嘅保安措施，所以我哋多謝警方。在此，我代表協會向咁多位傳媒嘅朋友衷心致謝。咁今次嘅新聞發佈會就差唔多啦，咁跟住就由交翻俾阿 Sam 啲女仔，就會係3號嘅 Lea 果然係最甜美啊！計嘅人流一定會多過上一次。同埋就係我哋今次嘅獎品同埋個優惠咧，因為上次排第1日啫嘛，咁但係今次我哋排足8日，咁我哋又好有信心係多過上一次。咁調翻轉頭講，可唔可以試下估計下今次個人均消費係幾多？今次我哋嘅主打咧就會喺 LCD， 即係 monitor 同埋 MacBook 嗰度嘅，呢啲係比較大人碼嘅。咁我希望可以做到2-3千蚊咯，2-3千蚊。2-3千蚊一個人都開到好多次會嘅，咁我哋每一日喺7點開始，我哋會有20個保安喺街嘅。咁呢個20個保安有啲係額外請嘅，有啲係4個老場噴出嚟嘅，因為其實每個商場開閘嘅時間係10點半啫嘛。咁但係我哋係喺10點半之前咧，我哋會安排晒所有4個商場嘅保安人員落晒街，咁我另外再有保安喺另外間度。所以人流管制，我覺得唔係問題，因為警方亦都俾咗好多點咯。咁同埋我同啲記者朋友講之後，頭先打斷咗我哋。咁咧，我哋每一日喺2點半喺高登嘅大堂會有一個新聞簡報會嘅。咁咧，我哋會總結翻過去嗰一日嘅成績，同埋亦都會宣佈下未來即係第2日會派樓係派咩貨品嘅。其實呢個市民係好想知嘅，所以我哋同一時間我哋都會將呢個消息喺網上發布。我哋一定平落去嘅，所以我哋4個商場都同意咗嗰嚿錢係唔好嘅，如果我哋要派多100萬落去嘅，我哋要